再来看咱国内有一个诈骗集团，请一寡欠债民众来做车手哦，因个假做是检警来恐吓被害人，讲因牵涉到洗钱案，必须爱监管因的银行口座，车手就把钱拢领走咯。目前有6个人受害，哄骗超过6000万。有嫌犯是去银行领钱时，被警察抓到。诈骗集团的成员甲车手，才拄位银行领钱线，准备驶车离开。维安特勤警察随冲出来，甲22岁姓杨的主嫌等人全部压制伫涂骹。警察下车！回去！刑事局中部打击中心去年侦办诈骗集团的时，发现着闹交的姓杨主嫌等6个人。因假作检警，甲被害人骗讲有牵涉洗钱的案件，口座需要监管，要求被害人去办网络银行，甲约定转销，交出价金铺啊，甲密码了，就甲钱领了。这个吸收有路无厝，搁欠债的人来做车手，甲因拘禁伫咧新竹火车头附近的旅社，统一管理。骗到钱了后，这个叫这的车手摕贵州的采购契约，到柜台甲钱领出来。扬称你的账户涉及洗钱。必须要跟你做账户监管，要求被害人到银行设定网路银行以及约定转账的功能之后，被害人不疑有他，交付了存折以及密码，就被提领一空。警方前后伫咧高雄、新北甲新竹3个所在抓到诈骗集团的嫌犯，计共采到268万的现金、人头口座的印仔、贵州的采购契约等证物。目前清查有6个被害人，互人诈骗的钱有6000万遮尔济。专案依照诈欺、洗钱、组织犯罪等罪嫌，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，嘛已经甲新竹地方法院申请羁押，得到允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